日本男星阿部宽来台为家用电器品牌站台，这也是去年他为花莲地震捐出日币1000万后，再次公开来台，而他朴实又诚恳的形象大受厂商欢迎，已经有2间品牌公司连续第2年请他担任台湾代言人，成为好感度最高的日本男星之一。日本男星阿部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部宽，睽违1年没见，再次来台湾很开心，请多多指教。日本男星阿部宽来台湾为家用电器品牌站台，还很应景的现学现卖一句吉祥话。日本男星阿部宽，诸事圆满。虽然我已经超过50岁，但到了一定年纪还是可以挑战自己，挑战完成度更高的作品。配合度超高的阿部宽，演戏、代言都一样称职投入，也难怪获得厂商喜爱。连续第2年找阿部宽代言，茶饮品牌也相中男神的魅力，2度砸重金邀请阿部宽拍广告。日本男星阿部宽要做什么之前，先不做什么，我是不做什么部长。阿部宽化身成部长，带领上班族抒压。其实阿部宽和台湾关系友好，去年关心花莲地震，豪气捐出日币1000万，令人感动，也让台日网友都对他留下深刻印象，广告代言因此络绎不绝。日本男星阿部宽把柠檬直直的磨碎1整颗。饮料也看准阿部宽的熟男魅力，帅气中带有幽默。阿部宽的广告代言费3000万日币起跳，从2013年到2017年，蝉联4届日本艺人好感度排行榜冠军。演出的日剧也是收视保证。阿部宽的人气与魅力，自然反映在他的演艺事业。